原谅我不可自拔，可能不经意看你一眼，心里石头都会落下。只恨科技不够发达，逆着时光回去陪你从小长大。风里还没有细沙，不切实际的想法。原谅我不可自拔，可能不经意看你一眼，半秒虫子都会停下。只恨科技不够发达，逆着时光回去陪你从小长大。风里还没有细沙，地球还没有老化。现在是12点多了，然后已经是放学了，然后后面是我的学校，不知道你们看到吗？今天的天气好好哦，然后今天呢，我的朋友他们全部都没有来，只有我一个人来。可是也是有教课啦，其实是，然后虽然就是很少人来哦，因为有一些节日吧，就没有人来。我不懂我今天绑的头发好看没有啦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很丑这样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反正现在就是要来去吃东西这样子咯。然后今天的行程就是在学校上网课，不是上网课，讲错了，是实体啦，然后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啦，就听老师讲课啊这样子哦。过后也没有什么吧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坐在放学哦，都在班上放学，然后讨论那个考卷，接着就是会有放假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过后可能也是会迟点放学。今天是很早就已经放学，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就是12点25分，对 ，OK， 就是这样啦。